功夫女足到底好唔好睇呢？網上口碑兩極分化，有人話好好笑，有人就話好難睇。豆瓣嘅評分得嗰6.5分，而貓眼評分就去到9.4。到底真相係點樣嘅呢？嗱，作為星爺嘅鐵粉，再加上好多社員留言想我講兩句，所以社長都特登買飛入戲院睇咗。總括嚟講，社長認為呢部戲將有可能成為經典，因為裡面有內核，就係片中女主角講嘅2個字。Be water, my friend， 係4個字喎。呢個係出自李小龍先生喺1972年12月接受美國節目採訪嗰時分享嘅哲學理念。Be water, my friend。而佢呢個理念嘅第一句話就係 Empty your mind。點講好呢？如果你唔用空杯心態，仲係期待會見到30年前嘅周星馳，咁呢部戲會令你好失望。佢延續咗過去18年後星爺時代嘅風格，簡單嚟講就係8隻字：全面北上，港味全無。皆因呢批演員係完全無法駕馭周氏港式無厘頭嘅表演風格㗎嘛。同佢之前電影保留一致嘅就係佢依然鍾意用肥婆。肥婆啊！依然保留咗搞笑功夫嘅元素，繼少林功夫同埋如來神掌之後，今次終於輪到峨眉派出場。係咪峨眉派嘅劍法啊？唔係劍法，係腳法。電影嘅故事講述以張小斐、迪麗熱巴為首嘅峨眉女子足球隊係點樣利用佢哋神乎其技嘅峨眉派功夫，一路過關斬將，最終攞到夢寐以求嘅世界冠軍。不過去到呢個位，社長就有個疑問啦。既然擺明車馬話佢哋係峨眉派，咁點解佢哋隊長打嘅係鐵砂掌，守門員練嘅係金鐘罩呢？呢啲好似唔係峨眉派嘅功夫喎。阿星爺，你方唔方便解釋下呢？方便啊方便，但係唔係好得閒喎。佢就梗係唔得閒啦，因為佢要周圍去做電影宣傳啊嘛。為咗宣傳呢部戲，星爺5日飛足5個城市。7月11日上映首日，佢去到天津嘅3家戲院連場路演，然後基本上每日跑1個城市咁去傳遞佢嘅價值觀。人生啊，就2個字 ，Be water, my friend。64歲嘅星爺仲要咁樣頻頻撲撲，你都咪話唔攰啊！穩陣啊兄弟！喺久未露面嘅星爺嘅親力親為宣傳攻勢底下，功夫女足嘅票房可謂氣勢如虹。截至到7月15日，佢嘅票房去到8.57億，成為咗至快破億嘅暑期檔電影。功夫女足嘅純製作成本去到3.8億，係周星馳執導生涯投入至高嘅作品。其中 CG 特效用咗1.9億，全體演員嘅片酬總共係5700萬，算少㗎啦。好多演員寧願降價都想拍佢嘅電影。拍攝、場地、特訓、後期配套，包括深圳1:1復刻專業足球場，女足國腳全程指導，演員半年封閉體能特訓、配樂、剪輯、實景搭建等等，全部包晒，使咗1.33億。根據常規嘅操作啊，佢起碼要去到11.4億嘅票房先至可以回本。嗱，如果你要社長打分嘅話，呢部戲100分滿分，演技我俾80分，特技嘅話夠晒誇張，但係比較假，我俾70分。至於劇情啊，前期節奏拖沓，人物弧光略顯單薄，所有伏筆同埋轉折位都喺射程範圍，唔好意思啦，社長只能夠俾佢60分，勉勉強強合格啦。呢啲係世俗人對我嘅睇法啫，你冇理由都唔識貨㗎。嗱，其實好多人都唔識貨㗎，譬如網上有博主直接批評呢部戲粗製濫造、特效簡陋等等。有人會問一位社長啊，咁到底呢部戲可唔可以回本，甚至係再創票房紀錄啊？主要係睇一樣嘢。情懷，所謂1年1影帝，100年周星馳。如果當初韓紅呼籲大家去支持嘅係周星馳，我相信佢唔會翻車咯。呢個亦都係社長買飛入戲院睇嘅原因。咁到底大家有冇爭嘅星爺一張電影飛呢？如果睇老番需要還嘅話，咁你或者係你老公睇咁多免費日本愛情動作戲，幾時還啊？你們有欠我電影票嗎？有冇搞錯啊？哪有啊！你們一直支持我到現在，我連一頓飯都沒有請過你們吃，還好意思說你們欠我電影票？再講啊，社長同你計過下條數，周星馳嘅電影分2類，佢收錢拍嘅，同埋佢投資拍嘅。收錢拍嘅戲包括《逃學威龍》系列、《九品芝麻官》、《唐伯虎點秋香》等等呢啲咁經典嘅電影。星爺佢收足片酬冇蝕底嘅喎。至於佢投資拍嘅戲，其實就係呢幾部。
值得注意嘅就係《大話西遊》嘅上下兩部同埋《食神》分別喺2014年、17年、20年同埋24年都重映過。該買飛入去戲院睇嘅早就買咗啦，剩低唔喺內地上映嘅其實就係得翻《喜劇之王》同埋《少林足球》，其中《喜劇之王》可以喺國內嘅視頻平台付費收睇。至於《少林足球》咯，冇辦法啦，由於涉及到少林嘅商標問題。就算你想俾錢喺正規渠道都冇得過你睇，要怪就怪嗰個瀨咗嘢嘅釋永信啦。想知道釋永信係點樣瀨嘢嘅，可以睇翻社長之前嗰條片。所以如果當年你有幸唔小心免費睇咗少林足球，覺得自己爭嘅星爺一張電影飛無處報恩嘅話，今次嘅功夫女足就係你嘅好機會啦。電影嘅最後出現咗嗰個熟悉嘅背影，以及佢嗰對名貴波鞋，同時將社長嘅思緒拉咗翻去嗰個美好嘅2001年。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你哋心目中星爺最經典嘅電影係邊一出呢？歡迎分享。當年星爺好多電影啱啱上映嘅時候都俾人鬧噶啦，譬如《大話西遊》、《回魂夜》同埋《喜劇之王》等等。但係過咗20幾30年之後，好多都成為咗值得睇佢100次嘅經典。100遍。如果你入到戲院睇呢部電影嘅時候，你可以留意下，全場笑得最開心嘅係小朋友。有冇可能喺20年之後，呢班20後回憶翻自己細個最中意睇嘅電影會係呢一部？當年俾好多人話唔好睇嘅《功夫女足》呢？至少佢哋會記得2個字 ：Be water, my friend。今期先講到呢度，下期見啦！